真的很多角色。这边的确是我关若英。10月2日就是金钟奖的颁奖典礼，而今年在综艺节目奖项的部分入围的包括除了在电视频道播出的实境谈话节目《36题爱上你》，以介绍原住民古谣和音乐创作《Smileline 我们的歌》，和黄子佼主持的实境挑战节目一个都不能少。而本届金钟有别于以往，首度将网络节目纳入评选。爱你，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拿下1.3亿元的零个世代 DD52是台湾首创大型女团的选秀节目，为了更贴近年轻人，首播选择在网络平台，粉丝粘着度比电视收视族群高。我觉得你心里面跟头脑里面有很多的爱，结合你给人家那种可爱的感觉。露露黄路子英以个人频道《话说露露》角逐本届金钟综艺节目奖，而《话说露露》是全台首创的绘画访谈节目。主持人露露与嘉宾两人不止面对面刻画下心中的彼此，也在静心画画的过程中，让观众更加认识不一样的他们。比起一般在电视播放的综艺节目，究竟网络节目入围本届金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纳入了那个网络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文化部很贴心，而且很棒，而且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在网络时代下，观看综艺节目，电视早已不再是唯一收看的平台啦。那这样下届的电视金钟奖是否要正名为金钟奖了呢？开这个信封真的有点紧张。第56届金钟奖2日公布入围名单，台剧《天桥上的魔术师》入围包括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等重要奖项，一共入围14项，是本届大赢家。中华商场有三宝，菇皮、油皮、地头皮。中华商场有三宝啊，牛皮、油皮，还有地头皮。钟欣凌，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许杰辉，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天桥上的魔术师自他对手同样是公视出品，入围8项，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在迷你剧集、电视电影部分，做工的人入围9项，本届竞争算是相当激烈。其中戏剧节目女主角奖被视为死亡之组。若是你甲嘉俊会当做伙，我的心心也祝福你。安尼有够清楚无？邱大豪，你到底给他动这啥？讲来就来，话照就照。学长，学生都说没有了嘛，我相信他们了。你今麦在冲啥小啊？我来跟他拼啊！我哪怕讲的大声音。阮发觉嘛是戆定的，有人介遐贵拢唔知影。房珠钟欣凌拿过2次视后，这回是第3次争奖，最大劲敌莫过于天桥的孙淑妹啦。那我讲哦，下往来我第2，无人敢抢声第1啊。而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天桥的小不点林一乔尬瞪我的婆婆许介慧。在戏剧节目男女配角奖，同样也能看到我的婆婆和天桥互相厮杀，还形成网内互打。当初嘛是家己坚持要安尼选的啦。尊严上好遐有咧领固定薪水啊，咧讲。薛世仁今年双料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及迷你剧集男配角奖，被本届视为大黑马。火木宝宝都是你啦，害人家迟到，不然人家就可以到公司再换衣服。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演员卡斯强大，却仅有简曼书入围戏剧女配角，被点名金钟遗珠的演员，该剧就占了4名。包括李立群、邱泽、陈意涵、林心如。像李立群李大哥，其实我很喜欢的邱泽，然后我也很喜欢的陈意涵，那甚至于林心如，我想他们对整个台湾的这个影视产业都有一些他们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贡献跟成绩在那里。可是这一次其实不是他们不好，我觉得我们期待演员继续突破他们自己了。我想也不是他们完全是他们的演技的问题，我想就像我刚刚讲的剧本还有题材的开发上。金钟颁奖典礼10月2号国父纪念馆登场，到时见真章。